1884年，也就是140年前，法国为了逼清朝势力退出越南，发动对台湾基隆淡水等等的攻击。这段侵华战争，就是台湾人口中的西仔反。台湾历史博物馆为了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25号开始特别推出展览，当中只有万年青的模型船，有1870年代法国籍灯枪。以及法国军官所翕的这相片、甲地图、手稿等重要文物，相当珍贵。开幕式当中，嘛特别邀请西电社布袋戏团演出好尾啊火弹，来描写当时在地人如何团结保家卫国的故事。借此邀请大家做回来看展览。台湾的民众对于这个西仔反的真侪印象，而且就是法军来到台湾了，所留来真珍贵的一寡影片，写真的资料、摄影的资料，这是希望讲会当提供大家一个新的角度，会当了解150年前的这个真重要的战争对台湾为地方的民众所产生的一种真重要的一寡影响，而且嘛对今仔日咱台湾的这个处境一寡新的反省。这段西仔反的战争过后到今日，伫基隆淡水等庙宇当中，又会当看到高指德、表画装饰以及匾仔等文物的记录，也是描写新民来做阵的传说。这个地方曾经有，就是法军他攻打到狮球岭的时候，就土地公迷昏法军的一个传说。那这个庙宇的主事就是这边还没有陈鸿熙先生，他就决定聘请这个交趾陶的师傅叫林光仪师傅来帮忙去把这个传说把它刻画出来，并且放在这个他的庙宇里面。台湾历史博物馆面对西仔反这段历史，嘛探讨台湾甲法国对这场战争无同的记忆方式。该展览将一直到明年2月9号。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